青馬大橋係香港嘅地標，呢一條連接市區同大嶼山嘅重要通道，曾經被譽為係20世紀嘅10大建築。1997年落成啟用到依家已經27個年頭。望住呢一條璀璨而宏偉嘅大橋，邊個又估到佢居然係新機場計劃嘅後備交通方案？1980年代尾，港英政府宣布玫瑰園計劃，即係香港機場核心計劃，提出包括喺赤鱲角興建國際機場等等嘅10項基建工程。為咗連接偏遠嘅新機場，完備嘅道路交通必不可少。翻查資料，其實當年港英政府原本係屬意興建海底隧道去連接市區同大嶼山，畢竟有咗紅磡海底隧道同東區海底隧道嘅成功經驗，呢一個諗法亦都順理成章。後嚟之所以興建大橋去取代海底隧道，簡單嚟講係成本嘅考慮。青馬大橋呢一個名入邊嘅青馬，指嘅係青衣同馬灣，兩者之間隔住馬灣海峽。當年考慮到馬灣水流過急嘅關係，如果以傳統沉降隧道嘅方法去建造海底隧道，入水嘅風險比較大，加上成本昂貴，相比之下，大橋嘅造價就比建造海底隧道平得多，所以最後就採納咗大橋方案，耗資71億元喺馬灣海峽之上興建青馬大橋，由1992年5月動工，花咗近5年嘅時間先至起好。全長2.2公里嘅青馬大橋工程浩大，單單係結構鋼材已經重達5萬公噸，鋼纜總長度達到16萬公里，足夠圍繞地球4次。由1997年4月27日開幕，5月22日通車，青馬大橋到依家仍然係全球第2長嘅公路同鐵路雙用吊橋。